坦洲睇樓盤呢4座城必須睇嘅。阿 May 嚟到感受國際花城，我哋講話大灣區嘆世界啦，除咗食好啲，更加要住好啲啦。呢度有全新嘅第4代住宅係超正㗎，你睇咁靚嘅湖景，咁靚嘅河景，喺屋企樓下就可以望到咁靚嘅景觀。我哋去睇下裏邊小區同埋我哋嘅示範單位係點樣子嘅 ，Go！ 哇！就係呢度啦，呢個係坦洲第4代住宅，係咪 IMAX 超大陽台咧？坐喺度都好開心啦，望到出面咁靚嘅一個河景啊！呢個係我哋坦洲第4代住宅嘅國際花城，128平方可以做到4房啊！望起嚟咧，以為係200平方大平層，呢間長輩房係送俾你嘅，4人面積嘅。剝咗開放式廚房之餘咧，見到餐客廳係等闊嘅，非常之正。另外咧，每間房間咧都非常之市正啊！3D 落牆仲可以擺衣櫃啊，擺梳妝台都 OK 噶。嚟到主人房呢度，270度旋轉大飄窗，係咪好正呢？大衣櫃入邊仲有我哋衣帽間，仲有套廁單位。哇！喺度瞓醒啊，發夢都笑正啦！咁靚嘅景觀係咪？5萬蚊首期上車，港澳直通巴士都有，另外加9999蚊就可以送呢個永久產權車位，係咪好吸引？有冇興趣？即時評論區 Q666，阿 May會 send 最詳細嘅資料俾你啊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